咱礼拜开始，请奏乐。宣调，耶和华是我的气力，也是我的盾牌。我的心，我靠伊，我就得到帮赞。所以我的心大欢喜，我要用我的诗歌学乐伊。三个金圣诗274首，今日是主设立做圣，请起立来念。请咱犹原徛咧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迷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入来受苦，顶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他不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相信是，
我信信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个来读圣诗后壁的启应文，启应文第36篇，也是真言的第8篇。我来替大家来念，就听智慧得救，智慧伫路边悬的所在，智慧伫城门口。正人啊，我叫恁；戆直的人啊，着学习精明。就听我要讲极好的事，伫创造的起头，上主先做我。伫上起头，伊创造世界以前，我出世的时，犹袂有深渊。我出母体的时，大衫犹袂受造。迄时，大地甲田野还袂创造。还袂安置宫窗，还袂伫海面画地平线。伊伫空中布置云彩，甲海定界线，互海水袂满过界，甲大地下地基。迄时，我伫伊身边做师傅头。逐日互伊欢喜，伊爱伊互人徛起的世界。当我的囝着听趁我，着听教师来得到智慧。听趁我的人真有福气。找到我的人，就是找到性命。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七道救恩、救赎阮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主怜悯阮的软弱，用十字架的宝血洗清阮的罪。你阁赐下恩典，伫万人中，你拣选卑微的阮，成做你的门徒。阮今仔日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只是阁一摆，求你圣洁的灵监察阮，知阮的心思，试验我，知我的意思，看我一礼拜中间的生活有啥物歹所行无，带我行永远的路。今年时间已经要经过一半。阮要为着各团契第3季的事工来祈祷，特别是伫暑假中，南门教会的青年要组成短宣队，要到家己的经疗国小甲各人教会，将主的福音传互家己的小朋友。愿求主赐下好的天气，互活动的过程一切拢顺利。我愿感动南门青年做工的圣神，嘛同款感动接受福音的囡仔。互搁较侪的人会当明白你的听，嘛帮助阮的短宣队伫传福音的过程中间，阮会当搁较坚定来明白主。伫8月21号到23号，阮的主日学要伫教会举办夏季夏令营，阮要教是囡仔透过食面，会当连接到服务、关心甲听。求主看顾所有有别伊的事工，互参加的学生。伫生活甲信仰顶悬，嘛有满满的修成。
阮为着教会的社区的事工献上阮的祈祷。社区的事工，阮对老人有社区的手机班、有乐智班、有长青乐活班，阮嘛服侍南门国中的国中生。服侍中间，阮需要搁较侪同工求主来有阮备班。阮服侍细囝的幼儿园，目前的招生也欠学生，求主亲心保守带领，伫社区的事工中，互咱搁较侪的人通过南门教会来认捌主，特别是幼稚园的招生，阮所不足的，求主怜悯，求主陪伴。阮即时伫变化真紧的世界，国际的情势、科技的进步，每一工敢若拢无共款。总是世界在变，福音永远袂改变。帮助阮伫变化的世间中，阮的心神会当更新变化，总是阮永远用主的福音、用主的听来做中心。感谢你今仔日引带阮所敬听但德来牧师来到南门正道，求主你透放伊所讲的讯息，互阮的灵命搁一摆来更新。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困求去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困求的声。这是咱要请咱圣歌队来学乐，因为吟的诗歌是有一个名，我真爱听。
真多谢圣歌队用因真水的声来服侍。咱首个来读圣经，今日圣经是伫彼得后书第1章第30到11节。彼得后书第1章第30到11节。因为上帝的权能已经用一切关系活命甲敬虔的事赏赐咱。对伫深知迄个用家己的阳光甲好德吊咱的，对遐个已经有宝贝甲极大的应允赏赐咱，要互恁对这个应允脱离世间对西药所致的败坏，得到有份伫上帝的圣情。为着安尼，恁就尽力温困，伫恁的信加添好德，伫好德加添知识。伫知识加添尊责，伫尊责加添吞忍，伫吞忍加添敬虔，伫敬虔加添疼兄弟，伫疼兄弟加添疼正人。因为恁若有这下到充满，就要互恁伫深知咱的主耶稣基督不伫面单无结实，因为无这的人就青面。只有看近，已经袂记得以前伊前的罪有洗清。兄弟啊，所以着搁较温困来坚固恁的受调受敬，因为恁行遮的就永远袂跋倒。是对安尼要大大赏赐恁入咱的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圣经读到遮，咱今仔日请陈德良牧师来为咱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信仰的追求，咱时间到位。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我有这个机会来到咱的教会，甲咱大家敬拜上帝。这是我第一遍来咱教会讲道。咱的牧师谢牧师是阮进前真好的同工。伊伫新的中的做期长时，我伫台中中做期长，所以若是开总会会，我拢会做伙来总会来伫开这个总会会。伫学校一段时间，伊嘛伫遐，我嘛伫遐伫学习时，伊嘛伫遐咧做专任的老师。我是做兼任，因为我有去牧会。南门教会其实我过去捌来过，但对南门教会我无清楚，因为吴牧师，阮信仰的前辈，阮真好时代，有一个小弟迄个吴牧仁牧师，伊较早伫我的故乡乐国牧会，了去分园，了去花坛。去王建到要退休，阮两个是真好，咱兄弟共款，真关心我，真听我。吴牧师，你牧会时，我来台北牧会时，伊嘛捌去看我，去因个教会去找我。伊退了后是马来病做志工，做义工，全时间伫遐做董事，嘛有时伫迄个医务部牧师的办公室伫遐啉茶，伫遐开讲，讲出伊的经验。所以讲，我对南门教会算是过去捌来，但对教会无生疏，有好的前辈，也有好的同工，甚至进前拄离开的张牧师，嘛是算我的亲戚。所以真欢喜，今日受咱的牧师的邀请，我伫来。教大家敬拜上帝，对不对？进前礼拜前是听去这场这个师会大长老伊妈妈是较早我教会真好的我的会友美婷姐，能够我所敬重美婷姐的后生伫共一个讲台互相来遮做同工，我即摆上帝一个真大的恩典吼，所以真感谢上帝。看伊我会友会今日做长老。伫咱教会人来服侍，这是真大的恩典，是上帝听从将一切拢归于上帝。伫这对咱所读的经文，
这段圣经用这题目信仰的追求。因为讲到信仰，咱大家拢袂离开宗教这两个字，宗教问题。因为宗教就是咧讲信仰，咱信基督教，这基督教嘛是宗教的一种啦。宗教一种。这个宗教分做一款，有国家宗教，有国际宗教，有民族宗教，嘛有民间宗教，所以真复杂，真复杂。即摆我受邀请去二滨殡仪馆主持一个告别式，总医社的头家是荣耀迄个陈长老，伊讲牧师今日请你主持这场的告别式，因为交代一人讲什么代志，讲这是我问讲这个会友是对教会，伊讲这个毋是会友，伊毋是基督徒，所以内面无一个基督徒，但是伊因为亲人讲过去来参加一个朋友同事的这告别式，伊讲遐尼一款的告别式，伊讲基督教的告别式上庄严上有意义，所以也是人过往的是讲要用基督教的方式来处理呢，所以要请牧师来主持。但这个要求，牧师的讲道你头到尾拢免祈祷，嘛袂使讲基督教的道理，袂明吟圣诗。我安尼是偏主持我呢无遐尼久慢慢做一款的告别式呢你真是咧苦对师傅咧因为家庭环境，所以我无读高中，我初中毕业就去读圣经学院。圣经学院毕业时，都19岁就去牧会。19岁囡仔一个囡仔比人个拢爱读高中，我咧牧会呢所以遐青年人讲等生，说是互你害死人，是安讲。伊讲咧，爸母若甲我骂拢用你做譬如啦。讲你学单身啦，咱19岁嗰啲变是人伫换一间教会你还佫酷酷毋知天地几斤重拢用我害你，你骂因你惊啦讲我是歹命囡仔，甲你袂比起来，你好命逐工切歹歹咧，落去读书咧我伫遮你换一间教会19岁那点所以讲算是毋是好命咧。因为家庭经济关系呢，70岁特别这个阿嬷真奇怪，因为伊30外岁酒馆来信耶稣了，才讲甲上帝讲上帝我后摆若有一个孙会能做传教士毋知偌好咧呢阮妈妈伊伫民国27年南神毕业，本地人无会，但是因为伊老爸我讲，阮妈妈10岁时就死去。迄阵是因为拜五上魔鬼苦楚，家庭非常无平安。结果是因为有人来招我阿嬷来信耶稣，才平安才好起来。结果阮妈妈去读书来，毕业时无去牧会，等于甲老母做事做山。阿舅两个做兵一个，海南做一个新的。阿姨结婚了起来，传我这妈妈，讲我别人去教会，我爱去等于做事，甲妈妈做工课。到尾人要介绍一个传教士意外，伊讲我无爱结婚，因为阮妈妈老母照我遐尼久真可怜，爱甲斗错。所以我阿妈教我妈讲无安尼啦，你若要嫁用招的啦。当然用招你一个真优秀的青年人，他有可能要招就去招一个。我的老爸伊伫溪头伫操纵迄缆车的一个技术人员安尼再甲招来。我阿妈讲你头路死掉。你爱当来做事，讲我也免做山，也免做田，拢袂晓我咧教。所以我阿嬷甲教阮老爸安尼去犁田，安尼用咧所以结婚时，阮阿妈妈讲，若头一个后生要奉献做传教者，甲上帝讲，即两个头一个我是查甫囡仔出世。阮阿嬷讲问我目睭还未开我即个孙会能去做传道啦。所以死去问咧，讲问倒一间校为硕士班去训练上紧会能做传教士呢去四界问一个教会讲阮遮上简单，读3个月能做传道咧。讲有他遐尼紧3个月就做传道，遮尔好呢？我你什么教？我天主教也袂使我毋是天主教，所以袂通咧。去问咧去问世人伊都读6档读几档，去问新竹县人讲阮遮读3档，免读高中初中会使。我这较紧3年真紧安尼
所以初中毕业就甲送我去新竹读圣学院，是19岁就去牧会。啊，我阿嬷吼惊我即个囡仔人啊，免煮饭，所以阿嬷迄阵60几岁去教会教煮饭，啊，逐3顿就煮饭互我食呢，拢要好好做工呢。所以有遮尔会许多人伫甲我栽培照顾，所以我即个过年讲感觉真正好命啦吼，上帝真疼我。啊，小弟小妹，因为我伫读书，所以上去读到初中都无读啊，所以有功夫趁钱来栽培我读圣学院。但是小弟小妹因遐尔有疼心栽培我做传教者，上帝嘛无顾因啊。因为凡身家立业哦，做事业拢真发展，所以逐个小弟嘛比较有钱啊，哦，厝遐买几啊间土地阁有安尼吼，啊，比较较有钱吼，上帝真疼因啊。无为我读书因失学。上帝嘛，还佫真正听因该补赎其他物件，哦，迄俗世物件，不过也去俗灵较要紧哦。所以我3个小弟拢伫教会做长老，到了70岁啊退休为止，拢伫教会伫服侍，所以上帝真疼我吼。所以咱教会我讲欧牧师前辈吼，伊个这位小弟欧牧师教真好，啊，四牧师分别做同工就好，啊，伫中会。啊，佮退了时，我们拢做伙真好诶朋友吼，所以上帝真疼啊，咱诶教会，啊嘛，伫咱教会一个叫先辈同工吼来学习真济。所以早起得到咱诶牧师邀请，爱我伫遐来分享，所以我用即段经文，用信仰追求做题目，甲咱大家互相来探讨吼，探讨。因为宗教是啥物意思？因为宗吼若照中文，迄个宗是。古早时代伫服侍神明诶庙宇叫做宗啦，啊宗，因为迄个刻一个卦吼，咱就厝一个卦，啊下面一个诗，迄是神吼，神诶意思吼，所以伫服侍庙宇，迄叫做宗啦。教是教训、教导啦，顶悬甲下面来学呢吼。若古典字典伫解释宗教意思是讲一种咱诶目睭看袂到。迄个能力，力量吼，会操纵、掌控人的一切。所以人对即种迄个遐尔大的气力，会即款的降服、敬畏、尊重，以及来学习内面的这教训吼，迄叫做宗教。所以用即真简单的譬如，就了解安尼宗教要构成宗教有2项真要紧的因素。头一就是迄个信仰的对象。哦，你是要拜啥？你是拜什么神？是宗你爱迄宗个种有一个信仰对象啊。第二条，迄个敬拜者嘛有信徒，因为无信徒要来信宗教。咱像基督徒，咱信上帝，咱有咱回复教会，毋则信一个教会。若无回复，咱信教会，共款意思呢。所以这真简单，毋是对真特定的迄个一个宗教，内底咱是用一般的迄个常识来了解呢吼。就是即两项嘛，就是神明信仰对象的选择，就是信徒信者一定本分，这是非常要紧。所以这算是一个真简单的定义，毋对咱基督徒真要紧一个提醒，爱常常该的反省。咱甲上帝关系什么款？所以主要第一定说是，咱第时我甲咱的牧师咧讲咧分享时吼。有时信仰太廉价，伤便宜，所以感觉安尼即个稳定敢若真俗啦，无啥物价值安尼。所以稳定是啥物？日本有一间大学卖宗教学吼，伫讲稳定，所以教授你解释这稳定，稳定两个就是白赚的啦，白赚的啦，下面了本上迄个都白赚的，叫做稳定的。无要什么，所以上简单的教授，稳定是白谈的呢。咱嘛共款啊，你著上帝稳定，你也免付什么代价啊？我信就得着啊，这一定太便宜、太简单、太迄个吼，所以你上帝会真忽略忽略。做个基督徒，上帝是稳定的上帝啦，要敬拜上帝，无一定礼拜等于上帝是无所不在上帝嘛。我当时看电视，慢慢咧敬拜啊，这上帝嘛伫遐。敢是安尼？所以说对这个定义、这个解释，你若即款该收凊彩的时候，你感觉安尼礼拜就毋免啦，得转事共款啦。因为上帝逐所都嘛伫咧
踢落来礼拜堂，这个时候咱去约个人去守护咱家对上的这种的迄个本分啦。对，甲咱牧师你讲是，对这个有咱会员了我安尼去教你讲到甲人咧是讲，最开始了加减拢影响教会，咧影响教会咧但礼拜无去礼拜，将关系去，所以这真系可惜所以人上帝无数出来，你都能共款安尼所以安尼总是敬拜是一个本分，对外表是个表现。所以咱珍惜，先互你有这个机会。我只要看去属会者是照我讲有讲，我会友诶后生今日来甲讲第一讲台服侍，这边上帝稳定诶，真欢喜。我会友会今日做长老，一咱教会是大家栽培诶器重，让这人同工买献上，我对上帝会这样感谢。信仰诶追求对咱讲非常要紧，要安怎去追求？所以真简单就是讲。咱对宗教、对基督教信仰的追求，咱在生袂能马马虎虎啊！爱定心，袂能马虎咧。有一个国民校读3年都无爱读，因为较早庄脚，阮南投我住小半天落个个所在所以读国小毕业都已经真少咧。好是足侪拢无读啦。所以有一个读3年了，就无爱读，讲要学功夫啊。用功夫在手，毋免惊500度。读3年，老爸讲安尼好啊，读3年捌古字啦，用写批联络就好安尼所以就安尼适合就爱读书，来到都市去学功夫，去学车厂。佫毋是去南部，来北部，讲去伫咧去家人。家人迄个所在较早不是落雨咧，以前不是落雨，拄去时是真袂惯势啦。若下班了咱大拢去咧看电影，去咧食宵夜。伊就安尼也无雨衣，也无雨伞咧就点来咧真无聊咧。所以就讲我爱因为做师仔工资一出了尔，他有可能去买雨伞、买雨衣无法度咧讲写批甲爸爸妈妈讨写批对出去来讨救兵。怎做毕业起说，你写说袂讲迄个雨伞伞说袂写咧。雨伞的伞，伊袂写，伊就问内底一个较大汉，伊做师仔伊下晡咯，你甲讲，迄雨伞伞安怎写呢迄个伊较大汉迄个师仔，伊甲用砖头对桌顶甲比一个伞，迄伞呢迄雨伞的伞雨伞人会用写甲比，伊就讲安尼我知。所以入去时就笔帖做起用爸爸，我来遮已经一段时间，大家拢真好啦。请爸爸妈妈安心但是有一个问题，真大问题伊讲店内的人每一个拢有命，敢若无命啦。所以雨伞伞甲靠着生命的命咧，伞迄个伞靠着命咧伊讲店内大家有命，敢若无命。厝若有命，寄命互我，若无钱咧，寄钱互我没命咧。这批写寄出去了，因老爸看着有么分去咧。这个囝去食头路去学功夫，迄几下个月拢无消无息，也无落迄阵电也无方便咧。临时即阵批大家写欢喜安尼摕咧看咧到电咧，看者咧咁要分去咧。讲店内大家有命，敢伊无命，若有钱寄命去，若无寄钱去买命。当时安那咧当简单，出去有算日钱咧就轻咧明仔载透早就去坐，普通车咧哭到家人伊个要暗透早就说法。甲家人要暗诶，照主子去找因囝，可能囝伫咧咧，甲朋友伫咧讲有讲有笑，真欢喜咧。甲伊批写完全无共款啦。伊才问我到底什么代志，伊才讲我听，讲有影是伊讲我开始买命，伊讲这一日警察互因爸母话要烦恼死。所以讲信仰袂使马马虎虎咧。爱求进步袂马虎，一日警察就差非常济。上帝国天堂、甲地狱看会到，讲话嘛有听到咧。一步警察，男是伫遐就是伫遐嘛。你选择你要去倒位？一步的差别，就地球甲灭亡差很济，是别人马虎。第二面爱温群求进步。耶稣讲，迄个八号讲要取代行无义人福气，饥渴慕义。要取得行无义的人有福气。
要说你讲，这个喙大甲腰，毋是你人一杯凉水能解决的喙大，嘛是讲一杯迄个泡面多解决你腰啊！哦，迄款的，毋是遐尼简单。迄个说你讲，对生活追求都要亲像迄个喙大，还是讲迄腰迄个程度呢？吼，去必须去追求呢吼。所以无限多，一直求上，一直求进步，别人马马虎虎一点。所以死讲追求是迄个逼切的程度去拍拼，所以无努力，莫讲信用，你讲别个囝吼，你甲你的亲属的关系，你甲囝儿的关系，若无去培吼，嘛免凊彩咧。有一个老爸，少年的老爸吼，因囝读国民学校，啊，这个囡仔出世偌久，因太太叫人走去，啊，留一个囝，啊，一个翁，伊嘛无去过嫁，对着认命啦，认命吼，栽培这个后生咧吼，啊，真疼命咧吼。啊，到有一天是我呢，逐工都拍拼做工趁时间，应付囡仔需要，爱落一个互因咧吼，爱食啥咧吼。伊讲有一天吼，我来带来去外口食好料的啦，莫讲家己厝里食咧，上去外口较出名的饭店，要请阮带阮囝去食个较好的料理呢。所以我今日共包工课，今较紧结束吼，下班就提早转来。啊，伊就吼是讲我来去学校门口等吼，安尼较有诚意啦。伊就去学校门口要等后生咧吼。伊讲这4点我下班的时下课时，伊就去等伫门口等。哦，啊，一本摕出来吼，等甲完全无紧啊！再问迄个伫遐顾问迄个警卫讲，啊，咁要紧无拢等了了，奇怪，他等无阮囝咧吼。啊，都明明有在读册咧，啊，太无看到吼，所以就先来袂爽快。转去吼，看到因囝伫迄个客厅，所以真正无欢喜。伊讲你既然是走去倒佚佗，袂好，有啊，我嘛是拄转来咧。伊讲假奇怪，啊，我去校门口等伊，等甲对开始下课了，大家拢结束了时，都无看到你伫遐咧。伊讲爸爸，你去对等讲，恁后壁迄个皮熊那些吼，我著伫咧重庆国小咧等咧。伊讲我已经读国中咧，我毋是伫国小咧。哎啦，你当时国中，我已经读国中2年咧，国中2年级啊，你国小咧找我。哦，伫遐讲爸爸你是安怎做爸爸啦？我已经读国中，你还了我是国小，我袂大个。哦，到因老爸讲我真惭愧咧。敢若会晓做工拍拼趁钱，要求囡仔发囡仔诶需要，来满足囡仔需要安尼吼。平常时无甲囡仔建立感情，所以亲子关系嘛在经营，若无经营嘛是无好咧。好，咱甲上帝关系，咱看袂到上帝，你要上帝迄个关系建立好时，真正都爱用心去追求，去努力咧，别人马马虎虎，哦，别嘛。所以有一个家庭啊，嘛是即个父母真关心囡仔教育，互伊去补习英文、数学一直补咧吼。啊，到一年较早吼，因为即个以前的即个家庭吼，校导老师会去访问家庭访问嘛，即摆老人较少啊。伊拢用迄个家庭联络簿，啊，对迄联络簿内底会能了解自己囡仔伫家庭的生活，啊，家长会能看到迄个联络簿，看自己囡仔伫学校的生活。会能来甲学校有一个沟通啦吼，就是超人沟通。有一天，即个囡仔转来，来老爸个来你个联络簿互我看咧吼，啊，看到是因老爸非常无欢喜。伊讲无，讲爸爸遮尔辛苦趁钱吼，啊，你摕钱你无去补习，你讲要补英语，互你补英语；要补数学，补数学，拢应付你的需要。啊，你摕钱你无去读册，你甲伊学功夫啊？讲我睇学功夫，讲你睇绝对是摕去学跆拳道啊！讲太武啊，无你老师安尼讲，讲老师是安那？讲你老师讲，恁囝伫校甲学生是打成一片的，甲学生是打成一片的呢吼。啊，你若无咧功夫，像李小龙功夫看得好，我都甲拍甲当都使歪咧，绝对是功夫真好，毋是呢？哇，爸爸，你上够差呢吼，打成一片未相拍的。打成一片是我甲同拢共款，无分彼此，咱兄弟姊妹呢，是相亲相爱，互相帮忙呢。哦，伊讲爸爸你晓有够丢脸啦！你打成一片，你就袂晓毋知意思，你嘛咧需要进步咧。
入去咱做父母的人，真正嘛，囡仔进步，咱也无进步，为啥会对不着？为啥沟通上不良？啊，迄个思想那迄个有代沟吼。所以特别做阿公阿嬷个孙啊，我不想跟孙女讲的是，拢有啥讲无啥会通呢？囡仔孙女就讲，阿公你是台语人呢，我是国语人，所以你讲那台语我听不懂呢，讲真假啦的吼。我咧台湾人边讲台语这个真晦气的，啊，我上帝给我生查某囝，伊讲做牧师吼，毋是要趁钱呢吼。较早会记着啊，我后生要娶某吼，有厝无人，我有厝无人大无啊。所以讲，人问我，人问讲啊，这要我做囝婿人吼，我查某囝要叫伊，啊，至少嘛是有传我徛起啊，啊，人家风家雨呢吼，所以有厝是最要紧的一个条件呢。啊，牧师人毋是要趁钱啊，所以讲上帝互我无互这个跨路吼，我生3个拢查某囝。后摆是你问讲啊，对方有厝无？毋免问讲我有厝无呢吼。上帝真疼咧，互我种3个查某囝咧。啊，大汉是第2、第3、第3甲第2差7岁。啊，上帝特别呢，阮这差7岁这现查某囝吼，伊生2个，生一个是我甲下某人，拜托你给我生一个，你少年吼。我小弟拢10几孙啊，啊，我甲咱咧，你个生一个，我嘛3个尔，姐生一个，二姐生一个，啊，你嘛搁生一个，生一个歹生。啊，到我第3个查某囝听我话，搁生一个嘛是查某囝，无要紧啊，查甫查拢干啊。啊，细汉呢真贴心啊，拢会关心阿公。啊，2个拢去外口咧学跆拳道。我咧学做啥？讲学这后摆保护阿公诶，我要保护阿公。讲阿公嘛有跆拳道，我是海军陆战队退伍啊。我较早伫部队嘛做跆拳道的教练咧，我整个拢精破咧吼。所以你毋免啦，啊，嗰啲读书好紧咧吼。我囡仔是真古锥嘛吼。所以有一天，较早伊国民伊读大班的时候，伊讲一句话吼，我真着惊啦。伊讲金钱不重要，我的人生最重要。就是大班的囡仔员工去，到底伊人生伊毋知影啥物货呢？到一天伊要生日时，我讲阿咪，讲你的生日，你要阿公给你红包呢，还是要阿公给你礼物了？伊讲我要礼物啊，讲为什么？因为礼物我拿走了，啊红包妈妈拿走了。啦，伊人甲我讲咧，我听讲有那点红包都妈妈拿走了。马公伯，我拿走，我把你开个户头，在邮局里面呢，在银行存款呢，上面户头一天没了，一天无。因为红包妈妈拿走，啊，礼物我收，那个呢，啊，所以已经93年，真好一个话，真贴心啊！大人孙已经做记者，怎样去帮忙，点样去国会做助理呢？吼，伊啲政治有趣味的。有若要听国家吼，要叫上来听咧吼，你家己免听国家吼，都无愿望咧。所以我大汉的孙大伯吼，伊真高啦，那真了解，人听爱听咱的国家就真好。啊，第2查某囝会查某囝，即毕业要去纽约大学，要过去留学，即上帝保守会人学成归国了，会人对社会国家有贡献诶。将一世人伫上帝会讲工作，像我是安尼不言无问题呢吼。上帝是真听我吼，真听我。啊，好跳了到伫新店，啊，伫教会7年到我隔壁那点，要教会真近。啊，更新嘛真近啊，不过我无去更新，拢来马街吼。我拢甲总会啊，讲，我就去讲我的公司最近的业绩有较好无呢吼。我你去看啥？我看我的莫达吼，或是心中莫达吼。最近无啥好事，所以我讲这心中是马达科的。啊，看目睭这是我前面的2个大灯最近不太好，所以我去看我眼科，看眼科啦，啊，病人拢对我非常好呢吼，真听我。这是上帝恩典，所以上帝免对上帝计较啊，只要对上帝面对监督我真有听上帝也无啊，免讲马马虎虎进来，上帝讲。你听厝边也亲像，你也免听你家己，无就听厝边。所以讲，你听人亲像家己，也先听你家己。你若免珍惜你灵魂的价值，你真正无得对别人讲什么咧。所以咱看去，这是咱的信徒来回应伫教会的关心。所以教会进步，毋是靠牧师一人伫单头独斗。牧师话嘛是靠家己，某一个群体，有一个 teamwork， 哦，伫遐会当甲只中心，向你这边团结合作。咱教会的进步，
因为杜牧师甲牧师伊学生时代、青年时代，捌伫我教会底下参加团契活动、圣歌队、真热心。牧师的爸爸较早学生时代嘛，捌伫阮的故乡教会底下、乐国教底下服侍过，所以拢真好的朋友、好的同工。但是伊爸母是比较智慧，我是前辈，所以真欢喜看去阮的学长的囝儿伫咱的教会红木伫遮就任啦吼。两个伫遮，互恁听受是真欢喜的代志。所以主帮助祝福咱的教会，支持咱的牧师长伫遮的服侍，所出的团队，才会能为咱教会做真好的事工。所以讲，咱袂当马马虎。所以最后讲的种信仰的追求，要求真神秘，用人生哲学、人生哲学的术语来讲，求真善美，求真的迄个信仰追求。会确实，你所对的神是什么神？足者神明嘛吼，假神、真神、邪神足多。但真的就是你所选的神，是不是真的对真的真神？在这里讲求真非常要紧啦。你不能说迄真，那真人或者假去都无好去。所以讲求真，你的信仰对象的选择不最重要。所以望咱真正人真心中来看这个。求善，迄个善就是讲你生活上的一个道德标准的迄个提升啦。咱讲宗教拢是劝善啦，其实宗教变劝善啦，因为宗教人只有劝善安尼吼，互信徒让他只有独善其身安尼，无得去兼善天下，并主是顾家己，无咧顾别人。所以迄个善毋是干那讲顾人，毋干做些好事咯。好事无做是犯罪无毋对啦。但是平安为了家己，毋是爱为了别人，为了别人生存，毋是为了我家己的。你明就是咱外表的见证。基督徒无水的见证，要安做见证？要来甲人讲信基督偌好？若无见证吼，真正就是道理传袂行咧。有两个真好的朋友合作做生意，生意袂歹啦吼。但是有一天，这两个中有一个讲暗时去行路散步，台北市某一处行过吼，有对一个基督教的教会伫遐个，有4个3、4青年拢穿个背心绿色的吼，信耶稣得永生呢。你遐毋是有培灵会，有培灵布道会啦，就要招人入去听。这个兄弟个拄行到去，去一个少年甲扭咧，先生，为上。你要对讲我来逛街行行，阮教会因吼，拄一个外国的牧师做我演讲的，口才最好，来听看嘛袂歹。我毋是恁基督教的，讲无听看嘛咧，尾就爱信基督教，听看咧吼。一个扭一个杀安尼吼，所以两个三个硬甲掠，甲扭到礼拜等去坐咧吼。既然入来吼，就听看嘛咧。伊咧讲吼，毋知啥物外年态，你听是讲目屎伫咧练，一滴。伊讲迄个牧师讲到，迄实在是有够有力，逐句都插到我心肝咧吼，真正是受感动流目屎。讲到说是讲，什么人对拄则所讲对受感动，决志要信耶稣人，请来到台前，我替你祈祷。这个兄弟头一个，伊就甲举出来，甲头前。所以牧师伫遐换伊头替祈祷，哪祈祷伊哪流目屎。也毋正困袂去，讲有遮尔好诶道理，我都毋知影咧吼。所以就互伊讲，这遮尔好诶道理，他也毋知听着咧吼，感觉真后悔啦。讲咧，我明仔载吼，都爱去公司甲阮诶朋友招来信耶稣啦吼。遮尔好，比我趁钱较要紧，较好安尼吼。所以迄规暝困袂去，7、8岁就去公司，伊平时拢比迄朋友较慢到位，早起特别到位，门口就伫遐等啦。所以朋友搞是干是，我你碰时拢比较换个比较早，到底是啥物代志呢？吼，我讲，我来报一个好消息，用要趁钱时，毋是比趁钱较要紧嘞。伊来讲，我赞美，伫迄个大迄个真不得已下面向硬扭去教会听牧师讲道，毋是啥物原因吼，所以迄个心内说真大感动，所流目屎。我一下决志信耶稣吼，我感觉真就平安咧。比平时我咧分红利诶，感觉较欢喜，搁较平安咧。伊讲我咧讲吼，我咧讲你来信耶稣，这比你趁钱较要紧咧。伊家讲啥呢？伊讲无人，歹势咧。
讲我嘛基督徒呢，讲你是基督徒，讲你对讲我对附近某一个教会，我是教会长老呢。我一听一个讲，哦，我若知你是长老，我就袂去教会啊。我若知你是基督徒，你是阁是长老，我就袂去教会，假硬拍死我就袂去了。我你平常时讲话根本无是你去大款式的。迄个化妆品拢骗只查某人，骗只小姐，哦，这是美国进口，这一个成本係500塊，啊，我卖你100塊、200塊就好啊。哦，我賣你俗俗安尼吼，了幾100塊，交俾你朋友安尼吼。啊，其實迄一款幾十塊錢嘅價值嚟安尼吼，迄本時迄20、30塊，你咁賣人4、500塊，講了錢你賣，講真無良心咧。哦，啊，你這個講是長老，講可能要別做嘅講幾老拖安尼吼。啊，拢袂歹勢，面拢袂變色。咁好個在，我毋知你是基督徒，若知我袂去教會。你哋遐做，真正要有做者檢討。有一個兄弟伊見證，我信耶穌時，我隔壁一對少年的翁仔某，逐暗就聽迄個翁仔某伫唱歌，啊，佫毋是流行歌，啊，唱的歌佫有唱的懸有唱低的，有唱懸有唱低，兩部合唱，翁仔某啊，足溫愛，足好。哦，拄好結婚呢，啊，真生甜呢，真客氣，真客氣，厝邊啊，攏真好頭，啊，我送平安啊，你搞啥呢？吼，所以過去就歹聽，毋通聽講平安呢，甲迄個少年咧講平安呢吼，真係平安真係好啊！伊講伊信主是因為隔壁即翁仔某嘅關係啦，所以外表哦，迄個美嘅生活會感動別人，所以講用迄人生就嚟講。信仰地區要求真、求善、求美，嘛咱毋驚一個口頭咧畫口號，哦喊口號、呼口號而已，真正生活伫咱嘅外表，哦，別人看到你、看到我，這樣表現外表，就知一個信仰嘅人到底就是無共款。望主幫助咱教會每一個團契，同工迄個姊妹，伫追求上咱絕對無輸人，別馬虎。啊，定心切實，將咱的信仰生活喺咱嘅外表上，可能因為你可能我嘅關係來入咱嘅上帝，所以求主使咱每一個迄個姊妹，甲咱教會，咱同心來祈禱。天天陪我哋上帝，真歡喜早起受你引導來到你哋嘅殿裏，直接三個敬拜。去做俄羅這段獻上我哋感謝，因為萬人中你經選將這個百姓，你愛阮底下毋是做人客，愛阮每一個獻的姊妹底下共同打拼，共這個替這個家庭，互阮的家庭壯大擴大，互上帝國擴闊這個所在，互地球的人是這家庭佇阮的教會，有信心來引帶幫助阮。祝福阮的牧師牧師有夠地區力來領導阮的中是小會團契，迄個姊妹共同打拼，來互上帝國擴闊喺這個地區，互地球人喺這個家庭喺這個所在，我哋幫助啊，將阮的社會國家用我哋，我哋先祝福我哋國家讓早日將係受祝福嘅一個國家來入去上帝。我哋聽我哋祈禱，啊，使我每一個人繼續引導阮頭前路站所行所做，同合主嘅旨意。我哋感謝祈禱，奉耶穌嘅聖名，阿門。真多謝陳牧師嘅講道，咱三個人聖詩552首。大家勇敢同齊腳步，請起來吟。是
请坐，请咱准备奉献。我请玲玲执事甲秀玲执事。我会听通求主赞，听你那过去世间，我对亲的家己，愿转归予你。请坐。消息报告，教会消息，今日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嘛感谢陈德良牧师来主理，咱祝福陈牧师一家上帝恩典满满，咱多谢牧师。牧师的家乡嘛有伫遮吼，咱徛起来，咱熟悉一下。好，咱欢迎伊吼。咱礼拜后，咱嘛请大家会当留步，做伙请安，伫地下室咱做伙享受爱餐。第二项，咱第三季7月到9月的时间有定表，请咱的团契会当准备好，伫来拜二以前会当交互办公室。第三项，咱拜六6月27暗时7点到9点，有王丽丽老师、吕玉新老师有带咧学生伫咱的礼拜堂举行感恩音乐会，请咱兄弟若有时间，咱会当出席来参加。6月28伫固定圣教会有第4场的音乐会吼，咱会当看公布栏。第4项，咱7月到9月的新眼光，然后有需要的兄弟会当伫咱的招待柜台来提吼。具体消息吼，咱顶礼拜嘛，有咱真毋甘咱的千惠社伫6月11受主的恩召，享年是86岁，愿上帝的灵亲自安慰伊助。第二项，咱常年团契伫今仔日礼拜爱餐后，伫咱5楼是举行6月份的例会，内容是咱考雅米的姊妹见证分享，请咱常年的兄弟会当留步做伙来参加聚会。第二项，咱北中有一个研讨会吼，咱有兴趣，咱家己来看，会当私函来报名。第二消息吼，我是念者吼，咱请为着咱兄弟心灵的健康、事业工作，逐项来祈祷。第二项，咱过来是新的一季吼，咱会当为着教会团契、甲各单位的聚会、新的时间来祈祷。第三就是为了咱的社区，咱社区对老人咱有手机班，有乐智班、长青的伙伴，对幼儿吼有幼稚园的招生，咱特别会当为着咱幼儿园的招生来祈祷。咱的人文国中各种的时间吼，咱嘛需要到学校服侍的同工吼，若是有兴趣吼，咱会当甲助理老师也是播讲长老来联络。咱暑假咱的青年要去嘉义吼，有短宣队吼，咱就为着咱的祈祷。
第四，咱为了咱国家吼，逐项代志，国际处境来祈祷。咱欢迎新的朋友吼，今仔日我遮无资料吼，毋知有第一摆来无，还是牧师知影要介绍？拄则但牧师咱介绍过吼，过来。吼，咱若无，咱做伙来行平安礼，请起立。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是上帝子儿。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子儿。因为耶稣咱有做我的人生，欢喜享受主我名，欢喜坚定基督听，因为耶稣丰富善业主名。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子儿。因为耶稣正做神，因为耶稣能更平，因为耶稣咱有做我的人生，欢喜享受主我名。欢喜坚定基督听，因为耶稣丰富善业主名。咱三甲来吟圣诗391首，阿罗天顶上帝。带牧师来祝祷。当我恁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他，领受圣事的因所帮助，必即是到永世大不尽。阿门。请坐，麦倒。